以两位环境顺直来思考，议员林彦洲对来要求市长唔通发生代志，再来支持警察能力，嘛进一步将对警械装备的充实，以加以 AI 智慧巡防系统为例，强调会当提升锁定破案，用科技来找查车，重点是加强环境执勤安全，来向市长建言。因为进前刑事警察大队提出22套的需求，可比智慧发展中心降缓便利，所以议员建议市长用第二预备金来添购。新大提出要求，招智慧中心暂缓编列，才181万9千购买22套，那如何的？就像你讲的，充实警械装备，有办法吗？今天刑大提出，在今年度提出，就招了智化中心暂缓。智化中心认为它的 AI 系统是成熟的，可是他们并不相容的。所以我讲市长，你是不是当用你2倍金，才180几万尔？对啦，就我5000万，都你用啊，不差800万。好，那你承诺我承诺你，就是说我们会谨慎评估，然后第一个是不是22套，说不定是30套啊。没有，现在。我们跟他们再讨论一下。现在警大提出来就只有3套啊，只有22套啊。所以拜托，是咪拜托市长？我承诺你，我会严肃评估、尽速决定，然后来让台南的警政更步向 AI 化。为了表提案提升效率，议员进一步建议5人以下分住所，包含派出所爱合并，和警力集中的状况，嘛是保障警察执勤的安全。对此，市长黄伟哲表示，但因为牵涉政治性，也是各区民代有所反弹，经过沟通，才来进一步评估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庚采访报道。